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租客遇上壞業主嘅故事。有一位客戶咧喺太子嗰邊租咗個單位，合約未完嘅，咁收到業主嘅通知，就話希望幫手，佢想將個單位賣出去，希望租客早少少離開。咁租客好人，諗住無謂阻人哋，就同意咗早啲搬嚟畀佢賣單位。咁退咗出嚟之後，都隔咗2個月，但係個按金就一路都冇退返畀個租客。咁個租客其實都一路都有揾過佢，但係其實就已經揾唔到業主㗎喇。咁其實呢啲情況之下，報警係冇用嘅，因為屬於呢個民事，並唔屬於刑事，只能夠循其他途徑去追討。呢個過程係其實都難嘅，亦都可能有機會未必追得到，因為裏邊嘅原因係有啲複雜嘅。香港法例有陣時就係咁樣㗎喇。所以其實好人係可以做嘅，但係有陣時都要保障一下自己啦。尤其是要留心一下，有陣時簽嘅嘢啊，要自己望清楚啊，同埋個按金如果畀得特別多，有陣時自己都要小心少少啦，咁樣啦。佢呢個單位其實佢上過去咧，佢其實發覺都係人去樓空㗎啦。咁警察方面佢都諮詢過，其實都話幫佢唔到，叫佢自己去處理。所以有陣時大家都要警惕一下，就係盡量都係能夠簽乜嘢嘅，其他嘢嘅都揾一揾專業人士去處理，希望佢追得返個按金啦。